受夠喺手機細螢幕度睇片，今日介紹呢個入門級首選 Xgimi Five One 無線投影機，投放畫面最大可以去到150吋，160度多角度調整，加上自動校正功能，無需插線都可以播放。屋企嘅牆身、天花板隨時都可以變成影院級大螢幕。Netflix 正版授權，仲有 Google TV 俾你下載唔同 app 去任你觀看。內置 JBL 同 Dolby 音效喇叭。唔使外接藍牙喇叭都可以睇電影聽到靚聲，仲有8種氛圍光模式，俾你喺唔同情景打造最理想嘅氛圍。呢部投影機仲可以隨時拎出街，無論係旅行、露營、去朋友屋企用都得。價格親民，功能齊全，畫質靚，聲又靚，絕對係2025年入門級首選嘅投影機。仲唔快啲上 Searching 網站睇下？